支持香港依法推動民主的發展。而梁振英就話，佔中反映香港社會對政改、民生同埋經濟發展有唔同睇法。習近平話：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有風險，但係唔係咁可怕。張炳良話：有新制度監察港珠澳大橋可能超支嘅項目。各位，歡迎收睇午間新聞。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北京接見行政長官梁振英。習近平話會堅定不移咁支持香港依法推動民主嘅發展。梁振英就話佔領行動反映出香港社會對政改、社會民生同埋經濟發展嘅唔同睇法。國家主席習近平喺人民大會堂接見出席亞太經合會議嘅行政長官梁振英。習近平一開始又提到，中共18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會議上也強調了，要全面完整準確的理解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依法保障一國兩制的實踐。要維護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這個也是對香港來講，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基本上，中央政府會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依法推動民主的發展，堅定不移地維護香港的繁榮。行政長官梁振英就感謝習近平同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嘅支持，話香港嘅佔領行動對香港法治同社會秩序造成嚴重衝擊。過去1個多月，香港發生了佔領中環的事件。就這個事情呢，我們每天呢都有把最新的情況向中央匯報。這次事件呢，是自從香港回歸以來，最大型的群眾事件，同時呢，也對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的衝擊。這裡呢，也反映出香港社會對政改的不同看法，也反映了一些人呢對香港民生經濟發展一些不同的想法。梁振英話有信心恢復香港嘅社會秩序。無線電視記者吳景祖報道。喺會面之後，行政長官梁振英話滬港通嘅開通時間將會喺近期公佈，而國家主席習近平肯定特區政府，包括係警隊近期嘅工作。又話習近平有談及普選問題，好清楚港人對政改嘅意見。中央嘅立場呢，我理解呢係有兩個要點嘅，一係支持香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第二呢就係依法辦事。亦都就係話喺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嘅基礎上，務實討論凝聚共識，呢個呢亦都係中央一貫嘅立場。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朝頭早喺北京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話：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有風險，但唔係咁可怕。又話亞太區合作由贏者通吃變為各方共贏。由駐北京記者林燕邦報導。
國家主席習近平喺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禮發表主題演講。佢話亞太地區係世界經濟復甦同埋發展嘅重要引擎，但係亦都面臨挑戰。亞太的未來正處在關鍵的路口，是繼續引領世界創造美好未來，還是放慢腳步，等待被別人超越？是深化一體化進程，還是陷入碎片化漩渦？應該堅持互利合作，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促進共同發展。應該變贏者通吃為各方共贏，共同做大亞洲發展的蛋糕，共同促進亞太大繁榮。講到中國經濟，習近平話今年前3季中國經濟增長7.4%，佢形容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包括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有人擔心中國經濟增速會不會進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過坎？風險確實有，但沒有那麼可怕。中國經濟的強韌性是防範風險的最有力的支撐。佢又認為新常態之下有機遇，亦都有新嘅問題同矛盾，將會繼續堅持深化改革。習近平話：中國會集中精力做好自己嘅事，亦都會努力令到中國嘅發展能夠惠及亞太同埋全世界，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嘅外交方針，願意同所有鄰國和睦相處。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林燕邦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抵達北京，據報佢可能會喺下晝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中日首腦會談。安倍晉三朝早啟程前往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I will ask the Chinese leader for a communications mechanism to avoid accidental collisions at sea. And I will also tell Xi that our two nations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 will tell him that our two countries should contribute to development based on reciprocal strategic relations. 日本新聞網引述消息話，安倍下晝到埗之後，好可能先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將會係安倍上任日本首相以嚟第一次中日領導人會談。報道話，安倍喺會議上將會確定日中兩國建設長期穩定關係嘅大方針。安倍早喺8年前第一次出任首相嘅時候，曾經提出有關建設日中戰略互惠關係嘅理念。喺今次首腦會談上，會再強調兩國重新回到戰略互惠關係嘅原點，重新出發嘅重要性，修補近年因為釣魚台問題同參拜靖國神社而惡化嘅日中關係。另外，共同社報道，為實現日中兩國首腦會談創造有利條件，日本外務省宣布放寬對中國個人遊旅客多次入境簽證嘅發放條件，但係具體放寬標準同開展時間仍然未確定。無線電視記者曾巧珠報導。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話，近月針對港珠澳大橋香港境內嘅工程，採納新嘅紅綠燈制度，監察可能超支嘅項目。港珠澳大橋啱啱公佈會超支50億元，面對嚟緊幾年勞工持續緊張，工程原材料同標價上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出席本台節目講清講楚嘅時候話，除咗要考慮日後應唔應該定期向立法會匯報進度之外，最近政府內部亦採納咗新嘅紅綠燈制度。紅燈咧就係個風險高啦，個風險可能係進度方面，可能係工程遇到困難啦，或者支出方面。綠燈就即係符合晒我哋。咁有啲咩紅燈啊？佢而家提到有啲有紅燈嘅，因為佢有啲視乎咧，佢係面對嘅風險個性質。譬如我話填海如果你話嗰個填料個供應係唔穩定嘅，咁肯定個風險係大啦。海沙嘅供應啊等等啊。呢個大橋就兩地兩檢，咁另外一個就係廣深港高鐵咧喺香港段嗰度就希望一地兩檢。基本法規定香港唔實行全國性法律嘅，唔改基本法應該就係做唔到一地兩檢啦。基本法頒布嘅時候都有一啲全國性法律係適用於香港嘅，亦都有機制咧。如果有需要嘅時候，
再有額外嘅全國性法律，就擺落附件三。係啦，咁佢有機制，咁實行一地兩檢咧，其實概念上就話我哋喺西九龍站裏邊咧就劃定一個區域，暫且叫呢個係內地嘅一個口岸區啦，我避免地有內地嘅邊防人員喺呢個口岸區呢個位置咧，去執行緊內地嘅清關嘅相關嘅法規。咁點樣能夠令到呢樣嘢可以做到？佢可能會我哋要顧及嘅法律上啊、憲制上嘅影響啊。佢話：一地兩檢有多個可行方案，現正評估不同選項嘅做法。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導。今日係德國柏林圍牆倒下25週年，總理默克爾讚揚當年東德人民無懼打壓，將圍牆推倒。登上飛機喺柏林高空俯瞰8000個氣球連成一線，勾勒出當年分隔柏林嘅圍牆位置。Das war Gänsehautgefühl und Berlin so schön von oben zu sehen, so beleuchtet und so die Feinheiten der Sehenswürdigkeiten, das ist einfach großartig. Ja. 呢度由氣球連成嘅線延綿15公里，有3.6米高，同當年嘅柏林圍牆一樣。當地星期日晚，呢8000個氣球會放上天，係慶祝柏林圍牆倒下嘅重頭戲。圍牆倒下25年，對當年親身經歷東西德統一嘅民眾別具意義。總理默克爾亦都係其中之一。佢出席活動時，讚揚當年東德民眾無懼打壓，憑勇氣推倒圍牆，過程中冇開過一槍。佢形容係奇蹟。佢話柏林圍牆推倒，證明民眾對自由嘅渴求唔可以壓制。東德政府喺1961年建立柏林圍牆，分隔東西柏林，防止人民去西德尋求庇護。1989年東歐巨變，11月9號，數以千計東柏林居民湧去柏林圍牆，要求去西德。東德政府被迫開放邊境。1990年，當局決定拆卸柏林圍牆，東西德正式統一。無線電視記者劉偉軒報導。而天氣方面，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有1-2陣雨，吹和緩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1點鐘氣温係23度，相對濕度77%。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係低，路邊監測站係低至中。紫外線指數係6，強度屬於高。新聞報導完啦，再會。